大家好，歡迎收睇 News 100，我係今日嘅主播 Bell。先講下今日嘅新聞提要。港校次甲級電子煙風波 ，Xrr 躺槍，青少年健康觀隱憂，情況點樣呢？香港假難民問題，行街紙同黑工嘅城市迷思，情況又係點樣呢？夏寶龍會見匯豐集團主席杜嘉祺，為香港發展添新能，詳情又係點樣呢？特朗普關稅大戰，全球領袖齊聲反擊，邊個可以笑到最後呢？收睇之前一定要訂閱、讚好、分享俾更加多人知道啊！先同大家睇下本地新聞。近年嚟，青少年吸食煙、電子煙甚至毒品、太空遊嘅情況越演越烈啊，令人擔憂。咁近日咧，網絡瘋傳咗一段影片，疑似荃灣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嘅學生喺廁所 gathering， 其中一名學生仲當眾吸食電子煙，仲爆出驚人嘅金句 Xrr 都知啦。呢句説話成為咗熱話，網民紛紛留言 Xrr 無辜中槍。Xrr 心諗我做錯咗啲咩啊？影片中4名男子喺廁所嘅廁格內密室吸煙，一名穿住體育服嘅學生吸食一個電子煙，旁邊嘅同學仲調侃：好猖狂喎你！更甚嘅係被問到擔唔擔心被發現時，佢竟然回應話冇所謂啦，好多人都知啦。咁此言一出啦，網民笑言呢位同學真係型到爆燈啊！然而呢種型嘅背後咧，卻係對規範同埋健康嘅漠視。事件曝光咗之後啦，校方迅速咁樣展開調查。校長藉文獻表示，涉事學生將嚴肅咁樣接受處理同埋輔導，並重申學校一直致力培養學生省善修德嘅精神。去懇請社會俾啲時間同埋空間，俾校方去妥善處理呢一個事件。然而，網民似乎唔放過呢個學校喎。另一組相更顯示一名女學生疑似喺後樓梯吸煙同埋飲燒酒，場面堪比港劇啊！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則指出啦，電子煙同埋太空遊嘅名過於有趣，容易令青少年以為唔係咁嚴重，甚至覺得型到爆炸。咁去呼籲校方同埋教育局加強價值教育，同埋提醒家長同埋社會共同關注青少年嘅行為。至於影片中提到嘅 Xrr， 鄧飛認為應該交俾校方去調查，避免未經證實嘅指控影響教師嘅聲譽。佢都坦言啦，部分學生可能只係講大話，唔排除有誤導嘅成分。不過有網民笑言啦，Xrr 而家諗緊點樣水洗都唔清啦。咁事件睇真好似好滑稽啦，但係背後反映住青少年對電子煙同埋毒品以及對健康同埋法律嘅漠視啊。咁希望呢個事件可以成為契機，等學校、家長、社會共同努力，引導青少年行向正確嘅人生道路。畢竟型唔係應該攞健康嚟換嘅。下則消息，香港假難民問題簡直就好似一部無限續集嘅電視劇啊！劇情咧就曲折離奇，高潮迭起。呢啲假難民手持俗稱嘅行街紙嘅臨時身份證明書，彷彿就好似拎咗一張城市探險通行證，喺香港嘅街頭巷尾展開咗一場場黑工大冒險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最近就忙得不可開交，為咗塞住呢班假難民，佢就帶領特區政府推出一系列嘅五管齊下嘅策略，從源頭堵截、嚴厲執法到高效審核，務求令呢一場假難民續集早日迎嚟大結局。咁據說啦，2024年非法入境者嘅數字已經比2023年高峰期大跌84%，咁呢個成績令人不禁拍手叫好啊！不過呢一場假難民攻防戰並不僅僅停留喺香港本地，政府仲製出咗高科技預先通報乘客資料系統，將第一道防線直接搬到香港以外。呢一個系統一出場呢，短短數個月就阻止咗一啲不合資格嘅人士登機，堪稱空中守門員。但問題嘅根源似乎唔係喺入境上面，而係經濟誘因。
持有閒街紙嘅人士可以喺香港打黑工，令佢哋樂此不疲。新民黨議員黎棟國直言啦，用10年仍未能完成嘅案件比比皆是，甚至建議學習英國設立專門法庭處理相關司法覆核。工聯會鄧家彪仲語帶諷刺咁指出啦，申請免遣返嘅難民嚟自印度、印尼、越南呢啲發展經濟穩定嘅國家，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啊！而嗰啲喺外賣平台上送餐嘅非法勞工，都成為咗執法部門嘅重點關注對象。今年初，入境處展開咗一場光影行動，一舉拘捕咗14名懷疑非法勞工。外賣平台都被要求加強核實外賣員身份，務求令呢啲黑工按下暫停鍵啦。咁當然啦，問題並非無解嘅。特區政府同內地、澳門合作緊密，加強情報交流同埋聯合執法，再加上對非法勞工同埋僱主嘅嚴厲打擊，已經令非華裔非法入境者嘅數量大幅下降超過90%。或許喺不遠嘅未來啦，我哋可以真正令呢一部假難民電視劇畫上句號，將佢同無限續集中解放出嚟。下則消息，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兼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喺北京會見匯豐集團主席杜嘉祺。咁呢一次會面啦，充分展現咗中央政府同國際企業緊密合作，並為香港未來嘅發展注入咗新動力。夏寶龍喺會談中對匯豐集團長期以嚟支持中國內地同埋香港經濟社會發展表示咗高度嘅肯定。佢指出，匯豐集團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啦，發揮咗重要嘅作用。呢個不僅體現咗佢對中國市場嘅信心，更彰顯咗匯豐作為國際金融機構嘅責任擔當。夏寶龍強調，中國堅定不移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呢一個政策為全球和平同埋發展事業提供咗穩定性同埋確定性。佢重申，中央政府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咁貫徹一國兩制嘅方針，並長期保持不變。香港作為中國嘅一部分，佢嘅獨立地位同埋優勢將繼續獲得中央政府嘅全力支持。夏寶龍表示，中央政府致力於維護香港自由開放嘅營商環境，並將為全球企業喺香港發展提供更好嘅條件。此外，夏寶龍希望匯豐集團可以進一步加深同中國內地嘅合作，喺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方面發揮更積極嘅作用。佢特別提到啦，匯豐集團擁有獨特嘅國際化優勢，可以充當中英關係嘅重要橋樑紐帶。佢期望匯豐可以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令世界更好咁樣了解到中國同埋香港嘅發展機遇。杜嘉祺則表示啦，匯豐集團對中國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充滿信心，並對香港未來嘅發展前景充滿期待。佢透露，匯豐集團將繼續加大喺內地同埋香港嘅投資力度，並積極擴展業務，以支持當地經濟同埋金融體系嘅穩步發展。咁呢一次會面不僅加深咗中央政府同匯豐集團嘅溝通同埋合作，都為香港鞏固佢嘅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注入咗新動力。相信喺中央政府嘅支持下，以及匯豐集團等國際企業嘅共同努力下呢，香港未來將繼續喺全球金融舞台上扮演重要嘅角色，吸引更加多企業同埋人才投身喺呢一片充滿活力嘅土地。咁未來我哋期待可以有更加多好似匯豐集團呢啲國際企業，可以喺中國內地同埋香港積極參與經濟同埋社會嘅建設，共同書寫更精彩嘅中國故事同埋香港故事。下則消息，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出招，喺禮拜三佢一口氣宣布全球對等關稅嘅措施，簡直就好似貿易界嘅地震級事件啊！
咁呢一個措施咧，對所有國家同埋地區一律咁樣徵收10% 嘅關稅，仲特別咁樣挑出咗40多個貿易逆差較大嘅國家或者地區，製出更高嘅稅率。咁呢一招咧，不僅令全球政壇炸開咗鍋啊！各國咧領袖仲紛紛咁亮出咗保護本國利益嘅旗幟，誓言絕對唔會坐以待斃。嚟啦，一齊睇下呢一場全球關稅大戲，各方點樣對戰啊！咁首先登場嘅係加拿大總理卡尼，佢可以講話係火力全開啊！雖然加拿大暫時唔喺對等關稅範圍內啦，但係因為美國之前嘅鋼鋁關稅仲喺度發揮緊餘震效應，卡尼直接揚言要採取反制措施，佢更係霸氣咁宣稱：我哋將打造7國集團中最強大嘅經濟體。咁呢一番話聽起身真係令人熱血沸騰啊！彷彿加拿大已經準備好要同美國嚟一場硬碰硬嘅對決。接下嚟係歐洲嘅總理阿爾巴尼斯，佢嘅回應可以話係溫柔中帶咗啲刺啊！阿爾巴尼斯語重心長咁表示啦：美國人民先係呢啲關稅嘅最大受害者啊！佢更強調，歐洲政府唔會加入呢一場逐底競爭，拒絕徵收對等嘅關稅。咁呢一番話聽起身好似溫柔咁勸告，但係仔細品味啦，分明係暗示緊特朗普嘅政策係搬石頭揼自己嘅腳。再睇下西班牙嘅首相桑切斯，佢嘅態度可以話係直白到極致啊！桑切斯咧表態啦，要竭力咁樣保護西班牙嘅企業同埋工人。雖然冇多講細節，但係呢種不惜一切嘅代價捍衛本土利益嘅姿態，已經足夠令人感到西班牙嘅決心啦。瑞典嘅首相克里斯特森則顯得相對咁冷靜，佢發言充滿住和平主義者嘅味道。佢表示瑞典唔希望貿易壁壘不斷增加，更唔希望睇到貿易戰嘅爆發。克里斯特森仲呼籲同美國合作，共同尋求返到去貿易同埋合作道路上嘅辦法。咁呢一番話聽起身好似係外交界嘅溫暖派，但係喺呢一場權力遊戲中，溫和派可唔可以奏效，就要睇下後續嘅發展啦。意大利嘅總理梅洛尼則展現咗外交高手嘅風範。佢表示，意大利將竭盡全力同美國達成協議，以避免貿易戰。梅洛尼仲特別提到啦，貿易戰必然會削弱西方嘅整體力量。咁呢一番話既表現咗意大利嘅立場，都暗示咗歐美之間嘅微妙嘅關係，可謂係一箭雙雕啊！最後登場嘅係歐洲議會最大黨派歐洲人民黨主席曼弗雷德韋伯，佢嘅評論可以話係火力十足啊！韋伯直言啦，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唔係喺度捍衛緊公平貿易，而係出於恐懼而攻擊公平貿易。佢甚至形容呢一日對美國嚟講唔係解放日，而係怨恨日。韋伯呼籲歐洲團結一致，隨時咁準備捍衛自己嘅利益，並願意進行公平堅定嘅談判。睇嚟歐洲已經準備好要同特朗普正面交鋒，一場大戲即將上演。咁特朗普呢一次關稅政策可以話係全球貿易版嘅核彈啊！各國領袖咧紛紛拎出看家本領，從硬碰硬到由衷帶剛，各種嘅策略層出不窮。究竟邊個先可以笑到最後呢？係特朗普成功逼各國讓步啊，定係各國聯手反擊令特朗普失策呢？咁呢一場關稅大戰絕對值得我哋拭目以待啊！咁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請訂閱讚好我哋嘅頻道，就可以收到我哋影片嘅通知㗎喇。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